你有冇諗過退休之後錢由邊度嚟？當你退休之後唔會再有固定薪金，如果冇投資收入，就連日常開支都可能變成經濟壓力。因此，應該建立穩定嘅現金流，代替原本嘅工作收入。除此之外，仲要面對通脹嘅影響，透過投資令資產持續增值，先可以喺長遠上抵消通脹帶來嘅影響。另一個好多人忽略嘅係長壽風險。退休生活可能長達20至30年，如果冇足夠嘅資產規劃，資金有機會喺晚年提早用完。同時，隨住年齡增長，醫療費同突發支出亦會增加。提前建立一套完善嘅退休投資策略，可以為未來可能出現嘅額外開支做好準備。最重要嘅係，充足嘅退休資金可以等你喺退休後保持財務獨立，繼續維持原有嘅生活質素。所以，退休投資並唔係等到退休先開始，而係越早規劃越好。